邊位呢？你好，我找你們的徐副主任。哦，揾徐副主任係嘛？您這邊可以講普通話嗎？講，哦可以，但是我就怕我講得不標準，你聽不明白啊。沒事，我能聽懂的。哦，你找我們徐副主任，他已經上調去世啦，不在這裡了嗎？那他什麼時候走的呀？哦，今朝早上啦，走的時候好開心，就話呢，以後邊個揾他就直接消息給他就可以了。那你們有沒有追到他呢？冇追到哦，人家是有能力、有勇氣、有魄力，就上吊去世啦。我一個小小嘅辦公室仔，冇得追㗎。看來我只能找他的家屬了。哦，他的家人也一起去世啦。他一個人上吊去世，那肯定帶着全家人一齊去世啦。真是太突然，太可惜。哎呀，不用可惜的，你可以直接去找他，也可以等他得閒，他會回來找你飲茶的啦。這個不用了。不用。那應該走好了。